小凡，你做噩梦了？阿香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把我打晕带到这儿来，我怎么向师门交代啊？我怎么向我师父交代啊？你听我解释啊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你要是留在那儿，他们会杀了你的。现在道玄真人正在召集正派3道，包括焚香谷的云一兰。3日后于通天峰要3派共审你。他们都不把你当徒弟了，想尽快摆脱你，你还待在那干嘛？你根本就不知道师门对我意味着什么。哎，好，如果你真要走的话，现在就走。哎，你还真要走啊？我不能让师父替我担责。那你等等，是掌门师父一定要我带你回来的。关于当年的事，他有很多话要对你说。你也说过，天鹰承我的情。是啊，掌门曾经多次吩咐过，凡天鹰阁弟子出门在外，若遇到一个叫张小凡的青云门人，不管他有什么困难，都要尽全力。你来了。青云弟子张小凡，见过普弘大师。之前普弘大师为了给弟子疗伤，不惜自损修为，此等恩情，弟子无以为报，请受弟子一拜。少侠言道，天鹰阁与少侠有恩，少侠与天鹰阁。刀剑加身，张少侠都没有透露半句。有关彼师弟朴志的半句真相，恩情深重，使我惶恐至极。朴志师傅当年救过我和金羽，又传授给我功法。若论恩情，是他有恩于我。至于承诺，既然我已经答应了朴志师傅，我便决定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。唉，流波山一战，普空师弟回来就告诉我少侠一事，老朽便觉不妙。事到如今，也该我亲自向贵派道玄掌门解释，方能解脱少侠的冤屈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恕我直言，
我想，普智师傅应该不在世间了吧？师傅好心授我功法，便是阴差阳错，弟子未曾洗脱嫌疑，也不能让师傅在去世以后再遭同道猜忌。少侠，实不相瞒，当年之事并非阴错阳差，而是师弟普智刻意为之。什么？前辈的意思是？曹庙村惨案之后，师弟并没有死，而是回到了天鹰阁。为悔其罪，他在殿内留下了这盏心灯，日日夜夜为忏悔而煎熬着，已是7载。悔罪？普智师傅何罪之有？少侠，知道这黑气有何来历吗？这是幻魔之气。那个宝物是以血为基，你要杀人越多，它的力量就越大。它嗜血成性，只要你不停地杀人，它越来越强大，你的法力才能强大。正是心魔，而这一切要从数十年前说起了。当年的普智师弟，乃是天鹰阁数百年间最有天赋的弟子。他行走冥川大山，调查昔年魔教人的下落，无意中竟机缘巧合，在西方大沼泽古代正魔战场上，意外地获得了一件戾气深重的法宝，就是你手中的嗜血珠。他现在以认你为主。你使其祸害苍生，许下宏愿，用以本门法宝翡翠珠将其镇压，又施以天阴秘术，欲通过自己的修为来化去嗜血珠内邪气。当年师弟还有个心愿，就是参破长生之谜。他精研本门功法秘术，他前往青云门，拜访贵派道玄掌门，希望有弟子一同练习青云和天阴功法。普智师傅还上过青云？是。
自然会对师弟产生一定的影响，放大他的愤怒、怨念与欲望。离开青云后，师弟本就生出颠念，加之遭人偷袭，心神混沌，师弟便知不妥，只得借宿草庙中，一面行功疗伤，一面压制嗜血珠之力。没想到借宿一宿，便生出不可挽回的后果。正是在这一夜，那神秘黑衣人在那叫林惊羽的孩子身上放了毒物，7尾蜈蚣。师弟不忍见那孩子中毒而死，自然也是全力施救。而那黑衣人正是借师弟耗损修为之时，再次出手，夺师弟身上的嗜血珠。师弟身中剧毒，虽重伤在黑衣人剑下，却也用本门功法重创了对方，令那人负伤逃离。之后，他自知必死，但天下修仙之法殊途同归，万法归一的毕生心愿仍未达成，实在是难以甘心。是以，他萌生了一个再次折回，自己将无法再保护嗜血珠，便将嗜血珠也一并传给了你，让你找个没人的地方丢弃。只是你念着旧情，方留到今日。若仅是如此，也是他肆意妄为，不曾料到他持嗜血珠多年，不知不觉已经开始转移，附体于身，乃至他战后负伤，濒临油尽灯枯之时，他忽然想到，只怕你不能拜入青云门下。他竟然被邪气所控，他想到要将草庙中的人通通杀光。那么青云门中看在你们成为孤儿的份上，将你们收入门下。于是带走小凡的人，他的功法之中带有金光，雪琪怀疑是天阴的功法。而当日出现在我青云的，除了一个叫普方的之外，还有一个天阴阁的年轻弟子，叫阿相。据说此人是天阴阁普弘掌门的得力弟子。阿相确实是天阴阁的弟子，我们刚到于都之时便与他相识。他在城中有很多客栈，与我们是好朋友。靖宇啊，你跟小凡被带回青云之后，期间从未与天阴的弟子接触过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叫阿相的根本就没有机会传授小凡什么功法。应该没有。在于都之时，小凡一直忙于对付魔教各派，根本不可能学习什么别派的功法。有。
醒过来，痛悔当初犯下的滔天罪孽，万死不得已偿万一，将自己余下的真元制成心灯，7年之中备受心魔煎熬。当日之事便是如此。人间正道一旦坠入魔境，将会达到无法挽回的结果。天音阁难辞其咎，还望少侠得知真相以后，能够……到时此间详情，自当与清源门分说，令他们勿再责怪于少侠。责怪？谁责怪于我？少侠息怒，别让邪物所侵。邪物所侵？什么是邪？是你，还是我？什么是正道？什么是正义？你们都在骗我！为了保守这个秘密，我一直在苦苦支撑。我呢？我算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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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老朽愿意分担师弟的罪孽，还望少侠勿让心魔有机可乘，否则如师弟一般坠入魔道，万劫不复。万劫不复，坠入魔道；万劫不复，坠入魔道，坠入魔道！张小凡，你为什么要入青云？为了给我爹娘报仇，给乡亲们报仇。大好的男儿不思进取，一肚子的仇恨，满身的戾气，这与屠你全村的邪佞之徒有什么区别？不是为守护天下苍生，只为报仇活着，这样的人
我是不会收他为徒的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可是下山之后，我所遭遇的，却是因整墨地对、人妖殊途、世俗偏见所产生的杀戮与悲剧。仇恨循环往复，无休无止。这世间再是残酷，仍有我想珍惜的、守护的亲人、兄弟、朋友、爱怜之人。不能为了报仇而活着，不能。小凡，小凡，师父吩咐过了，随时可以带你回去。普空师叔还在青云门，待三派会审之时，他会亲自说明情况的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事的？其实普智师叔返回天音阁之时，我正在师父身边随侍，只是当时年纪太小，不太清楚状况。直到后来遇见你，才慢慢回想起来。不过更多的情况，都是回来之后见到师父，我问过他才明白的。小凡，对不起，我们天音阁欠你的太多了。欠多少情怎么样？受多少苦又怎么样？一切都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了。小凡。师父，我记得你曾经让我这么叫你。
终于见了张小凡。是你杀了我的家人！徒儿，你过得可好？为师这些年可是备受煎熬啊！青云门、天阴阁，当年种下的因，变成了今天的大树。我要看一看，我这一生的执念，是否在你的身上都完成了？你不是不知师傅，你是心魔！我要杀了你，受死吧！去了你的村庄，为什么不复仇？天底下再没有人相信。青云道法又如何？魔教邪术又如何？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杀！杀！你在哪里？小凡，你在哪儿？小凡，小凡，我不知道你在哪儿，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住。你能听到我说话，就赶紧回来。那些人命收心的家伙，他们都想害你。表，如果被抓住的话，你一个人不要怕，哪怕是死，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小凡，小凡。不知师傅，7年了，张小凡，没想到这个嗜血主还在你的身上。当年我被这邪物所困，毁我心智，执念强盛，终究逃不开这欲望罗织的网。可是他在你的手中，却能为你所用。由此可见，你宅心仁厚。师父自愧不如，你完成了我当年未完成的事情。不知师傅，你可以解脱了。此生罪孽深重，终得少侠大仁大义，得以超度。我此生无憾了。
少侠有此大人，解脱受心魔煎熬的师弟，天鹰阁上下感念少侠的大恩大德。仁慈。不过师兄啊，说到这奸细，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。前往流波山期间，这魔教曾经给我们设下了连环陷阱。当时不是说，以为鬼王兵不厌诈，想借张小凡的罪来迷惑你们吗？这是魔教让我们产生轻敌之心的麻痹之举，而真正的陷阱，应该是在魁牛的身后。鬼王反倒将我们诱到了他所设计的陷阱之中。你们在魁牛的附近设置了一个法阵。正是，本身这个法阵是为了困住魁牛，以免魔教中人逃脱。最后没成想，反倒成了困住我们自己的牢笼。那当时在场的人有谁啊？苍松、水月、陆雪琪、大人，还有灵儿，以及一些小辈中人。玄雷。
或是掌门。走了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寂寞，谈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的情愫，眸中的淡泊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尘世中，恍然若梦，睁开眼时。谁为谁？